幾個朋友參加咗嶺華拔山千古情旅遊界錢399包門票，食得好，行程緊湊，感覺好滿足。由此隧道進入園區，參觀恐怖屋，團費包埋，好有陰森恐怖嘅感覺。6-7年場景拍攝，深圳灣等車環境。盡責導遊嘉嘉參加我哋公司嘅一個千古情2天遊啊！中午食團體餐，午餐後去拔山千古情入口，場內氣氛熱鬧，裝修優雅，園內懷舊場景通道，好有夜上海嘅感覺。未到表演時間，在場內參觀。參觀武術館表演。參觀一隻古時嘅大船，大風浪搖晃嘅場景，這隻大船嘅外觀可以在商場購物。藝人同團友一起遊戲，在場內等候演出。大型演出非常之震撼，舞台設計新穎，場景非常有立體感。呢一場講述汶川大地震。看完表演坐車去食晚飯，酥炸竹蟲你敢食嗎？晚餐非常之豐富。住拔山高浩峰溫德姆酒店，入住房間非常之大，乾淨企理。3992天包門票，非常之超值。有電動麻雀可供灑落。樓層向外觀景，享受酒店嘅自助早餐。食品都可以。酒店門口雕塑，酒店外觀新淨。10點30分離開酒店出發。好快又食特色嘅午餐，超大型盤菜，極品豐富美味。去中山參觀一個整餅工場。嘗試工場嘅餅食，每人一個免費龜苓膏。附近嘅銅製雕塑，老闆遞一個杏仁餅。非常盡責嘅嘉嘉。經深中通道回深圳，去一個臨海嘅商場。商場外好多拍攝嘅場景。
摩天輪可以乘坐指揮。如果錯過其他景物，可下次自己坐地鐵過來。地鐵臨海站出口。2日行程非常開心完結，下次再見，歡迎免費加入我頻道。